想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这是你的恩典，因为我们有份于在你的圣殿一起同心服侍，一起同心敬拜。主，你看重我们的心，因为当我们同心合一的时候，圣灵就要做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心中，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来分享你奇妙的救恩。你奇妙的教导，奇妙的恩典，特别感谢你在下雨天，我们看重这个敬拜跟聚会，所以我们不受风雨的影响，我们更珍惜在你面前领受，在你圣殿恩典领受恩典的时间。我们愿你的话语也成为我们最美好的教导。我们将感恩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主题叫主爱管教生命恩典。这个主爱管教这4个字有2个稍微不同的意思那牧师的意思是主用爱来管教主用爱来管教我们，那就是我们今天圣经的主轴。但是你把它解释成主很爱管教我们，那你会觉得哇，那多烦呐特别是我们在家里面生活上父母亲唠叨常常指责你，那你就受不了。但其实这2个都在于我们的心态怎么看神的管教，这是今天从主话语里面得到的一个学习那我们原来所读的经文只有5到7节，不过如果是完整的话，应该是5到7节，5到11节。那后面的解释会来更加充实我们今天所读的5到7节那所以我们再一起复习一下希伯来书12章5到7节，我们是读到11节。那我们一段一段看到它的整个行文的主轴。管教他没有说得很详细啦，但是说爱比较多，他说：“难道你忘记了上帝怎样用劝勉儿子的话劝勉你们？他说：我的儿子呀，你要留心主的管教，不要因他责备而灰心。”好，管教是我们日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一个痛处啦，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上帝是像在劝导他的儿子的态度，所以他说你要留心，而不是觉得是一种威胁，是一种伤害，是一种排斥，是一种虐待，不是。他说留心，而且不要灰心，这个是开宗明义给我们提的。所以我说管教，他没有说很多啊，没有说内容，管什么教，管什么叫什么，没有，他就是你要留心，你要不灰心，而且你记得上帝把你带成像儿子一样。第6节他就讲得比较详细，他说：因为主管教他所爱的每一个人他如果爱你，你就是在里面，你是在这个成员里面。他说鞭打他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收纳就是神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子，所以他有管教，甚至有鞭打。第7，你们要忍受管教，因为你们受管教是表示上帝待你们像儿子一样。那再一次重复，就是那些词句一再的追加，一再的重叠。他说因为上帝待你们像儿子一样，然后又反问说哪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那接下来的第8节，他就做了很多的阐释跟发挥。他说：如果你们不像其他的儿子接受管教的话，你们就不是真儿子，而是私生的。换句话说，被管教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如果把你撇在外放在名单以外，那你还要担心，因为你是不是真的他的儿子？所以教导自己的儿子，是因为就是我亲生的，我的儿子不是私生的第9节，他再加以阐释说，对于肉体的父亲，我们接受管教，仍然尊敬他们；
那么对于灵性的父亲，我们岂不是更加顺服的求得到生命吗？我们都知道，当肉体的父母亲教导我们，当然也是出于爱，但是我们可以做一点厘清，就是说，有时候父亲在管教儿女，有时候因为人的有限，可能没有发现真相就管教了。那有时候这个管教会产生比较不好的效应，比如说以前我们兄弟姐妹比较多，大家吵吵闹闹啦，在那边闹来闹去，有时候父母亲觉得很烦呐，进来看到刚好那个兄弟或者姐妹在作怪，那就处罚他。其实始作俑者可能是另外一个，然后他就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始责备啦。那所以做父母亲的当然是要很小心，特别要情商，这个 EQ 要很好遇到事情的时候先冷静下来，厘清事实，那这样管教才不会错误。那意思就是说，连亲生肉体的父亲管教我们都要敬畏、要尊敬了，那何况他说神是我们灵性的父亲，所以他一直在强调神是用爱来教导我们。再来，我们一直要强调自己，我怎么样看清这个是神给我的恩典呢？神给我的管教是恩典，所以我要更顺服，因为要得到真正的生命，那个生命的那个质量更高就对了哈。那第10节也是另外一种诠释，他说肉体的父亲随着自己的意思暂时管教我们，跟刚刚牧师所提的长辈教导并不一定完全100%，他是完全无错误的，有时候也有不是的父母但是他说上帝的管教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要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洁。管教有一点类似在清除我们生命的杂质啦，生命的一些愁苦、苦毒、怨恨，或是很多自己的性格上的瑕疵，然后圣洁就是把这些缺点、把这些污秽的、把那些不要对我们有害的都全部清除掉。那是在神的爱里面管教，常常在锻炼一样。因为在11节他这样说：我们受管教的时候闷闷不乐，可是后来因为受管教而经历锻炼的人，能结出平安的果子。没有一个人说哇高高兴兴快快乐说爸爸请你打我一下，我要接受管教，没有人的。都是因为自己有遇到错误了，不是故意，或是说不是自己愿意，但是碰到了，所以被管教是被提醒、被叮咛、被导正被导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现在被管教的次数太多了，但是以前早期的管教方式跟今天的管教就不一样。在牧师那个年代小孩子到学校被老师那个用竹棍子啦，或是鞭打啦，那是很稀松平常我们以前的一种叫说这个吃笋丝啦，骂顺西就被教导了。那个时候的孩子被打，觉得也不会害羞，也不会不好意思，都想出了好多被处罚不会痛的方式。有的知道他会痛就是在那个屁股这个裤子里面加了好几张报纸，这样子让老师打得痛快，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感觉被老师打反正是稀松平常的，甚至当时的父母还加码他带小孩子到老师面前，因为他知道孩子很调皮没照规矩，他还跟老师讲说：“老师不乖就打，没关系。”但是跟现在我们整个人本教育不行了。现在你被那个孩子被老师打那个家长要带一群人来跟你算账，哇，吵翻天的吵翻天了。所以时代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是要看说那个管教的本质啦，管教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其实管教真的有负面的，甚至产生永久的伤害。很多小孩子可能因为可能自己受冤屈，被老师管教，又没有出口，他可能对这个老师教的科目我就不喜欢了，
这个英文老师对我差，以后我就不读英文给你看。他是数学老师对我太严格，以后我就不想读数学了，数学都不演算了，这样子。那所以整个管教模式可能都类似，但是重点是出发点，到底是不是出于爱？早期可能有一些老师他可能比如说他的性格脾气不好，所以他就用打孩子当出气孔，这样的管教可能真的会伤害小孩。但是有的小孩被管教之后，觉得后来感觉很甜蜜，很感恩。牧师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在乡下嘛，所以来学校的小学老师不是每一个都是科班出身的，有时那个时候学国民教育缺老师缺很多，所以不一定每一个都是标准的。但是我记得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很年轻，我们就知道说，他可能是真的是师专毕业，刚毕业，所以年轻又很有那个活力啊，哇！要求我们写作业那个字体都要写得很端正，而且练波波摸摸都要练得很标准，哇！不行就打哇！那时候很害怕，因为每次这个老师要来上课，大家很紧张，也不知道谁被处罚。那个时候觉得有点畏惧，但是后来发现说，自己的写字啦，自己的发音稍微有合标准，你会觉得哇，很感谢这个老师。那这个老师他又出于要求嘛，出于爱，所以他后来人家会感谢他。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整个希伯来书的主题，不在管教什么，而是在说你接受管教的态度。那从这个经文里面有几个字眼，我们知道管教、鞭打，管是约束，或是指责，或是指出你的错误。但只讲出你的错误，那还不够，他要教，他教你怎么样改善，用积极的方法把你的道路指出来，启发正确的部分，然后使对方增加知识经验。换句话说，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那鞭打就更激烈了啦，我们就是比较严重的词句，因为可能甚至会受到伤害。鞭打可大可小了我们知道小时候有时候父母亲呢用爱的小手打一下，他只是要轻声提醒你真正不会受到什么伤害但是如果说这个鞭打是针对一个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那就不是小事情了。所以那个程度有很轻的，有的非常的严重，甚至大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所以今天的主题我要分享的是说，我们圣经里面，特别在传福音的时候，都会说幸福追求幸福的方法啦我们信耶稣得恩典啦主的怜悯啦。但是其实恩典的另外一面跟管教有关，因为是要让你成长，要你更高的升级用管教的方式让你得祝福。但是通常接受管教的态度才是我们最关键的部分。因为有人被管教，第一个上帝你对我不好，我不理你了我不给你来了，那就失去了这个祝福了。所以我们要起来学习这个经文等一下还有可以做一个人性上，我们对鞭打管教这是负面的看法。但是刚刚我们读了经文，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受主管教是我们有很颠覆性的看法，因为这个是出于爱的管教。第一个他说要留心主的管教，不要因为主的责备来灰心，因为主管教他所爱的每一个人，他是一个前提啦。上帝爱你才管教，不然他还懒得出手嘞。所以当你知道我被管教是被爱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动力，知道这个是对我有好处的，除非你放弃自己，除非你排斥，或是你不愿意离开了。第二个，因为上帝待我们像儿女一样，所以我们要忍受管教，就是既然是上帝待我如儿女，我接受管教一定有他奇妙的目的。
所以他说，上帝待我们如儿女，儿女接受父亲管教是应该的，因为不受管教，他把它当成一个界限、一个区分了。不接受管教就不是真的儿子。以前呢，我们在台湾的社会，有时候被骂人家的一句话很难听，虽然没有脏字啊，但是就觉得很伤，就是说，哎呀，你这个小孩没有父母管教是吧？那你会发现说，哎，没有父母管教是最大的一个指责，对不对？所以被管教，那才是一个我们人伦义理的一个基本，更不用说神的管教。那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态度厘清了、抓对了，你就发现，哎，你在虽然有一些苦楚，好像良药苦口，对不对？但是哎，后来是甘甜的。第三个，他确认说，上帝是我们灵性的父亲，所以我们既然已经接受了肉体的父亲的管教，那这位灵性的父亲，我们就更加要虚心接受啊，因为他给你的不只是给你一些改正他是给你真正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得着永恒的生命，那个是最宝贵的，不能失落的。第四个，上帝管教的目的，那就是我们找到了答案。当你有这个答案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愿意接受。因为上帝管教的目的是为了我的好处，使我有份于他的圣洁。而且他说，经过锻炼的人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过正直的生活。换句话说，这个锻炼，这个管教，是为了成就一个更美好的你，更得恩典的你，更得能力的你，更得祝福的你。几个礼拜前，牧师在借由这个我们说这个奥运会，巴黎奥运会，我们说在100年前，这位李代瑞，因为他的速度，他的运动非常好，所以被教练发掘了。他本来是打球的，他被发掘说来练田径，因为他的速度很好，爆发力很够，他就一直栽培他，一直训练他，让他成为奥运的冠军。那其实如果说用管教听起来都比较负面的，我们可以变成说，我们被上帝教练，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教练。你看奥运会一大票的人，除了选手以外，最大的这些辅助人员呢？你看一个职业网球选手，或是我们现在很常看到，因为为了运动经济嘛，现在都已经职业化，羽毛球、桌球都是职业化。你看一个选手旁边一大票协助者，有的是健康方面的，有的是按摩方面的，有的是技巧方面的。哇，那个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活动哎。但是我们都可以看见说，为了让这个选手更好，教练指责他的不对，讲哪里不好，所以再怎么样，这个选手再优秀，已经是冠军了，或是说排行榜第1名，他还是很虚心的接受。有的时候是心理的安慰跟鼓励哦。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有一位非常优秀的羽毛球选手叫做周天成，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怎么当基督徒呢？就是因为他的应该是属于比较心理方面的陪伴者，或是说他的那个我们说一个运动医学方面的照顾者。这位姐妹是他的协助者他遇到瓶颈、遇到挫折的时候，这个姐妹鼓励他用祷告来克服这个压力跟瓶颈。后来看见周天成他平常在打羽毛球比赛的时候，他不是带真正的教练，就是那一位技术性的教练，他是带这位也有一点像心灵的导师一样。你们如果有喜欢看羽毛球比赛的人知道，后面做一个身体胖胖的，不大像运动选手呢。不过他就是每一次周天成在那边看到这位姐妹，他就是心很平安。所以教练，如果说我们把上帝看成是我们生命的教练，你就发现说，你甘愿接受操练嘛，对不对？一次再一次，动作一次再一次，体能一次再一次，
因为它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可能是增加1秒，就是少了1秒，或者说增加一个动作你要操练好几次。所以神在操练我们的生命也这样子，你是为了得到冠冕嘛。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杂质被除去了，那倾向于走向圣洁。经过锻炼，你会结平安的果子，因为一切的累赘、一切罪的捆绑就离开了，你会得平安，而且过正直的生活，就是我们不会被伤害，或是不会被累赘，或是不会拖累这样子。启示录3章19节也同样给我们同样的教导，他说：“对我所爱的人，我都责备管教，所以你要热心，要悔改。”很有趣什么意思呢？上帝管教你，而且你还要热心一点呢，不要哀哀怨怨的唉声叹气的所以你看，被教练喜欢的选手，他就是被操练还不够，他自己在加码。你现在很多最顶尖的选手他不是教练给他的菜单他就完成了，他还加码。上个礼拜出名的大谷翔平打棒球的这位，听说是100年来难得一见的奇才人家就在讲这位日本的棒球球星，他的纯粹，或是他的自我约束，或是接受教练的教导，他就那个心智是一般人都达不到的，连职业棒球选手都达不到，所以他才能达到这样的成绩所以如果从教练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神爱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优秀的选手，得到冠军，得到冠冕，那你就会觉得我要热心悔改的意思是说，我愿意被矫正嘛，错了要改。所以我们以前也把悔改当成是一个让我没面子的或是觉得很糗的，其实不是我们在座很多读科学的常常做实验的，你不错误你怎么有成功呢？对不对？你是因为愿意接受错误改进。那所以悔改的意思就是说，我错了我改，再来改，那改得更精致，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一个例子来分享，说圣经中上帝的管教很多这种类型的，有的很严重有的是被拯救了。第一个，主对国家人民的管教，我们常看到创世纪记载挪亚的时代，因为人的邪恶悖逆，所以上帝用什么？用洪水来管教人类，这些毁灭了全部的人类，只剩下挪亚一家这个是挪亚方舟的一个示意图了第二个，在士师的时代他们出埃及了到迦南地了，他们百姓就松懈下来了，所以他说百姓背弃上帝，所以上帝管教是什么？让四周的迦南的部族来攻打他们。我们常看到的那个出名的故事就是基甸，对不对？他躲在一个山洞里面来打麦，就是来整理他的那个农作物，因为怕被米甸人抢已经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上帝管教完，就兴起了这位士师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所以士师记等于是一次一次的悖逆，一次一次的管教，然后一次一次的悔改。第三个就是士师时代的一个示意图。他说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第三个，我们也看到在巴比伦跟亚述帝国对以色列百姓的教导。我们如果从历史的眼光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犹大王国还有以色列王国被灭亡，那是多大的耻辱但信仰上，从圣经来讲，竟然说上帝是借着巴比伦这个强大的帝国跟后来的亚述帝国要来管教他的百姓。我们看来截然不同的意思一个国家被灭亡有什么好事呢？但是神说巴比伦亚述帝国是我的工具，是要警醒点醒以色列百姓的工具。你看巴比伦帝国那个模型人家把它做一个
做一个模型，表示当时的环法哈，是他们的那个当时的示意图，巴比伦帝国。这个是亚述，他们的艺术已经非常的先进了哈，他们的艺术啊，你看那个雕刻都非常非常的精美，因为这个是古代的我们所谓的这个文明哈。那竟然神差派他们成为教导以色列百姓的工具。换句话说，用国家来消灭当管教。也有对个人的，我们知道始祖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上帝的惩罚是被赶出伊甸园。这样的图画，我们看到，人类所以会在罪被捆绑，就是因为人违背了神，被赶出伊甸园。第二个，该隐他因为杀了弟弟，犯了罪，所以呢，上帝处罚他成为什么？成为流浪者，成为流浪者。啊，这个图是看到衣不蔽体的这个该隐的家族在旷野流浪，啊，就是非常的难过。他原先是在种田的，在耕作的，但是连这个也不行了。我们看到扫罗王因为藐视上帝的命令，他自己被权力欲望熏心了，就是觉得啊，上帝的仆人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来，他自己来祭拜献祭，所以被上帝放弃了。你看他被管教是多么的严重啊！因为他的跟3个儿子同时惨死在沙场上，这是扫罗王然后被先知责备。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亚拿尼亚跟撒非拉夫妇因为对奉献有私心，没有完全的奉献，欺骗圣灵，他最后是死于非命。也有当场2个夫妇陆续不到几个小时都跌倒而受死弟兄姐妹，我们讲这一些，倒不是在讲说哇，上帝的管教多可怕，因为圣经有说，他不会大于你所能忍受的。但是基督徒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智慧说，察觉这个是神美好的管教，是要给我恩典的。就像教练要让你更健康、更有活力，你的分数或是你的能力又更高。所以主爱的管教，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生命的恩典。基督徒除了领受上帝恩典之外，要留心主的管教，不能自以为意。通常我们很容易只说某某人他就是上帝在管教他的，但其实自己被管教都不知道。所以不是看别人被管教，而是说神这可能是我的管教。我们可以在生活上很常碰到，比如说我们不小心交通违规了寄来一张罚单，你可以把它感觉说哎呀荷包又失血了，常常这样讲。那个有时候可能是那个照相或是警察判断错误了，但是大部分我们会想说还好一点点钱损失，但是我的生命或是我的交通不会受到严重的伤害，那以后你会小心所以每一种态度都不一样，但是不能自以为意的，要从上帝的关系跟上帝关中用谦卑的领受，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有几个点我们做一个提醒。第一个，从别人的失败或管教当中来学习，能够成为自己的经验。我说最有智慧的人是别人被管教，但是我体验到说我要小心，因为我们不希望沦为跟他同样的覆辙这样子。第二个，体认自己就是受管教的对象，不是别人，不是推给别人，而是自己警醒，自己不会因为这样而偏离真道。你接受管教是一个祝福。第三个，自己因为受管教而被点醒，你就不会再重蹈覆辙，或是损失更大损失更大。通常我们人到一个年纪有时候身体会某一个状况会出现，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健康或是你一个积极的人，你会先说哎呀，以前都活力那么大，现在怎么这样，一直怨东怨西的。你会想说可能我年纪到这个地方，可能需要做一点修饰改变。年轻很冲不怕熬夜，或是我的生活习惯就是随意而行，那现在不行了，提醒我，在管教我
我要饮食，我的生活作息，或是我的种种对待事情的态度，因为有一点点病痛在提醒你。我记得以前我在高雄牧会时，有一位长老，他可能到了50、60岁那个年纪刚好在当司会就在台上司会。我们知道，看来司会就是一个简单的事但是有的人会很在意、很慎重，可能压力一大，他就当场就中风了，倒下去了。哇，他吓一跳因为在讲台上嘛，赶快送去医院。还好那一个中风是一个轻微的微血管。哇，他知道说不行，因为他是一个做事业的人所以很忙他知道说不行，不能按照原来的方式，所以他就把一些重要的工作开始交出去了。他把一些自己原来已经理所当然的，我是揽在身上的事情，开始会交代，然后开始养生哇，以前什么大吃大喝那一种就要改变了，因为神给他一个管教，说你的身体出状况。所以如果你是用自怨自艾的态度说，哎呀，我怎么那么的那个拍苗会遇到这样病痛，那你就永远不会从那边得到管教。但是他改变了，哇，后来身体更好因为他改善了他整个生活模式、饮食的模式、做事情的模式后来哇更健康。我印象好像前不久已经90多岁了才安息的，才过世。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受点醒？点醒有没有受改变？而不会一再重蹈覆辙。最后一点是，将主的管教看成一种生命的恩典，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主轴。因为神爱你，第二个，你要得恩典；第三个，管教不会让你承受不起，但是你要有决心接受管教，接受改变。因为他说，这个要得到丰盛永恒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学习这个管教真的是一生的功课了我们知道昨天刚好我们台湾在纪念921大地震25周年有那个当初被大楼倒塌被救出来的，出来说感恩的话。如果我们以这个如果跟牧师这个年纪的人就很经历到。昨天我跟青少年讲话说，你们921才出生的举手，很多人都是没有经历过921啦。那921当然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但是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个管教，那你就会很正面、很积极。第一个，我们知道当时呢，除了大楼倒塌以外，很多人发现2个，一个是豆腐渣工程，第二个当时的那个整个钢筋梁柱的承受力不够，大家觉醒了。所以我们政府的整个建筑法规就是921以后就大大的改变你看后来很多大楼，它都强调说，我这个是防震的钢梁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后来的人因为这样子，因为有那个伤害，我们才得到保障嘛，生命才得到保障嘛。还有一些在921大地震发生很严重的，比如在中横公路，对不对？哇，整个山崩下来把整个，我知道一个什么灰鹰的团队就整个被泥土盖掉了。你说他们真的很不幸，是的，他们失去了生命。但是，是不是大自然也在管教我们？那你明明一个好山好水，一个美丽的山坡你就把它从中间好像挖肚肠，把它挖过去大自然只好抗议啦。它一震，它就从山上滚下来，土石就滚下来。所以看你怎么样面对管教。有智慧的人，他会从管教当中自己更升级，生命更坚韧。我们这个月，我们的青少年都回去学校上课了。我们知道，这个管教最标准的一个模式，就是孩子被老师管教。他不只是教导你知识，教导你这些学问，更多的是教导
你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品格，成为一个健康健全的国民。所以愿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发现这是得了恩典，神要管教，还要感谢他。而且神管教的时候，你会敏锐发现说，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我要怎么样改变成为一个更美好的自己。这是我们从今天主题所得到的学习。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一来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这首诗歌